我叫做新平衡啊，係日本嘅皮具設計師，好高興受到台灣方面嘅邀約去進行呢一個計劃。本身我都係非常喜愛台灣呢一個地方，今次能夠為藍白拖重新設計，我個人係感到非常榮幸。因此我係排開晒我原本所有嘅工作，飛咗去台灣2個星期。看到了沒有？我在增加我的靈感。這個是青瓜吧？這個青瓜不錯吃呢。怎麼了？工作就不能吃東西嗎？這個不能拍吃飽東西就是要呼吸一下嘛，你要拍什麼好拍呢？你們香港人真的好奇怪哦。第一個星期我係特登住喺萬華區，然後當中有幾日我係特登仲請我台灣方面嘅家狗朋友帶咗我去三蘆地區度深入體驗一下。而第2個星期我就落咗去南部，分別去咗雲林啦、高雄同埋係屏東。整個旅程我都係特別去體驗台灣嘅在地家狗文化。返到嚟工作室我就立刻着手去設計同埋製造呢一對藍白拖。唔知係咪媽祖保佑定係鳳梨酥特別好食，我用咗3個星期，呢對藍白拖就出世啦。講開鳳梨酥，2個星期我喺台灣當然唔少得食咗好多美食啦。七里香、冬瓜茶、鳳梨酥、地瓜球、珍珠奶茶。除咗美食，當然仲有好山好水。重中之重，我係覺得台灣最美的風景是人，人當然係要着鞋。而最能代表台灣嘅鞋，我相信就係我手上呢一對藍白拖。希望各位台灣嘅朋友喜歡我為你哋嘅設計。我誠意向台灣在地嘅家狗文化致敬。大家好，我是日本人新。紅豆呢？呀！大丈夫往這裡，這邊，好，這可以，大家好，我是日本人新平行。謝謝台灣，謝謝大家，愛大家。愛してる。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